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马太福音第11章20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得安慰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并不是因为他做得非常好，事实上是因为他的生命遇见了苦难，而他最大的苦难是因为没有孩子。这在早期的社会标准来看，他是正在面对没有孩子的一个社会的歧视，而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位可以来拯救他的上帝，来安慰他的软弱忧伤的心。如果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出生，就是他以前的生活，我们来猜想看看。他是一位不认识上帝，来自外邦大臣，我们说两河流域上游的乌尔来的，也因为他膝下无子，而在当时候的社会上失去了应有的地位的人。创世纪12章记载着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。亚伯拉罕似乎没有任何的质疑，他就起来跟随了上帝。希伯来书也是如此的肯定亚伯拉罕。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这样说道：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，去到上帝应许要赐给他的地方。他离开本国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更明白的说，亚伯拉罕因为相信，因为谦卑顺服这一位未曾相识的上帝，跟随他的脚中行，他就得到了安慰了。以赛亚先知在面对那些苦难中的以色列人，他传达了上帝安慰的话语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的勉励以色列人，必然要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。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：上主说，希望蒙救援、寻求我帮助的人啊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想一想你们的源头，想一想你们的背景，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孩子，但是我赐福给他，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，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。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，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，那里必有喜乐，有欢欣，有赞美、感谢的歌声。重点是在于这一些以色列人是否愿意听先知之言，他们是否愿意相信上帝，转向上帝，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后续是否能够蒙福的一个因素。以赛亚他举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，重点就是在提到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事情。后来上帝就赐福给他，
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。先知以赛亚又说，上帝要使废墟，这个废墟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不能生育、绝望的原地，然后这个废墟能够生产成为花园。上帝又能够使荒芜之地，这个荒芜之地很像混沌的大地，上帝让他能够管理他的伊甸园，成为有盼望的人。信的人必要得安慰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恩福。就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所说的，上帝那么的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约翰福音所说的就是非常明白的啦，就是要得到上帝所赐的永生。马太福音11章，耶稣基督他谴责那些曾经看见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市以及人们，他说道，他们说这些人却是不懂得悔改。耶稣基督说，那时耶稣差遣曾经看见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市，因为那些地方的人没有悔改。他说，格拉逊啊，你们要遭殃了；伯赛大呀，你们要遭殃了。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泰尔和西顿，那里的人早就披麻蒙灰，表示他们已经弃邪归正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泰尔和西顿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。至于你，迦百农啊，你要不把自己捧上天吗？你会给摔进地狱去的。我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所多玛，他今日一定还存在着。我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。一个人如果有谦卑痛悔之心，他就必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就必得到上帝平安的同在。因为如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8福所说的话，耶稣说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为了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安慰他们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。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。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要看见上帝。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逼迫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也就是说，像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人们，他们必定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，
必定能得到永生，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，心中就有平安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要鼓掌欢呼，要高声歌唱，颂赞上帝，要敬畏至高的上主。他是大君王，统治全世界。他使我们征服万民，他使我们统治万国。他为我们选定了居住的土地，作为他所爱子民可夸耀的产业。上帝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，上主在号角齐鸣中升上王位。来吧，我们来歌颂上主，来吧，来歌颂我们的君王。上帝是全地的王，我们要用诗歌来颂赞他。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，他做王统治万国，列国的领袖集合，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在一处。所有战士的盾牌都属上帝，唯有他在万有之上。求主帮助我们有谦卑，能够反省自我的心，让我们愿意诚心实意地承认我们的软弱，领受主的赦免，得到上帝的安慰，领受上帝的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